係啊，各位聽眾，我再歡迎人到到來先聽，嗰一個禮拜嚟講學人佬，我唔使講邊啲學嘅嚟聽眾嚟教學人佬嘅，啊是，但是講都是豆嘅，你都是老人。喂，萬個換啊，豆嘅咱做老人啊，講下。我老人，我老一隻阿伯轉來本路。行咗老？哦，因為我係阿伯可能摸落佢水內邊接掉，所以我佢 claim accidental damage a insurance。嚇，伊賠咗幾隻線呢？是。哦，是誒。我覺得好似兩百塊呢。哦，有影隻保險物件是有影，你無掉嘅話，無達都掉嘅話，有影就係啦，少少。誒，當時聽眾朋友，這個話是阿未開台已經講嘢，被 react 嘅。我嗰啲 react 就對。計搞呢，阿龍計搞。啊，我唔係識嘅，我淨係但係一定會意成講，我有啊，不過伊無講嘅係人嚟啊，特別曉啦，唔係咁設計嘅。你想啦，大人成日擼人喺度搞，一個做戲咩？就玩緊男仔，往時將個默契，橫時接你 situation 嘅咗。誒，嗰先講阿咪我哋都講QQ 掉撈嘅歌數啊。我嘛不掉個。รู้啊嚟講下跟住我個節目係講定住禮拜講唔了嘛可能撈錢แล้ว唔係可能撈錢嘅話啲當今晚嘅一千抗疫撈錢抗疫episode 時嘅嚟講嚟講下真係可能撈你知影啊咱有咱嘅 QQ 嘅 apps 有一個叫蝦米嘟羅喵啊所以那個電八掉一個馬來西亞啊唔是外國嘅，有一個叫唔知係咪 Romeo 別記Planet 嘟Planet Romeo 啲就伊是那外國嘅就 chat，然後就講話後邊咯，講 OK 啦，話 exchange number 咯 ，exchange number 咧就伊就卡好我個那擺，有小英哦，有小英嘅，所以我嘛講 OK 啦嘛，接人啦，後面大部隊接。傾咯 ，and then 後邊伊本是有得講，伊本是無 frequently call 啦，增加一兩禮拜肯 call 一班份咯。所以就傾講阿莫話，伊是阿莫嘅，伊聽起來成個阿莫咧。這個俄人嘅意思啊。哦，是俄人 ，OK。所以嘛 ，OK，and then 到尾就講我有明日生學的，我俾明日學的。我一句要講這把生學嘅話，無好笑。sorry 啊，佢兩人笑㗎了哈，近兩時兩講冇好笑啦。嗱，今日兩講好笑，嚟夾下成兩隻，如果兩講好笑冇好笑。冇好笑。哎，我人講，哇，我生下你啊！我唔問叫咩生下你啊？我先講阿冇話啦，冇關家講福建話嘛。แล้ว生下你，แล้ว嚇，แล้ว生下你แล้ว我咪叫佢生下你。就 list out 一個 list 好啊咯，就講that time iPhone 出名嘛，就 list out 俾一隻 iPhone 好啊咯，and then Kimchi 咯，個唔知啊。Kimchi 啊？Kimchi 喎。哦。Go neck 噶 necklace 噶咩 ring 嘛？哦，手指。所以就我愛卡len有玲瑯嘅，這個 baby。你查冇毛病啊？我冇毛病，有卡len有玲瑯嘅。所以就我咪可以地址咯，可以 number 就。咁幾好啊咯，然後就好啊，也這個 number 咯。等陣 pause。我是咪講下？我唔是講你談啊我是咪講，我係感覺到，但是講人可能，等陣話我會冇按 background 可能騙啊，伊是用貪別人貪來釣騙嘅人。我個無拉薩安尼起行過用你好心來騙嘅人，你明白我講沒有？明白。咱家人本是貪便宜啊，貪 discount 係咪？咱家本是貪嘛，所以哈利我拉薩掉甲無
對我嚟講冇上 level，係老路嘅線路嘅樣嘢就起好。OK，嚟講點你講，你談先咩？你真大佬，你四真大佬是四真大佬，咪講到嘅談掉。是啦，明白我明白。嚟啦，你談完咗下咧？我冇談 OK，嗰一首我咪揀人啦。你冇講買嘛？你冇講買？你冇貪咪講買，你買上我咪搞我冇愛燒人咪驚咪揼人整啊！你就是揼啦。我未個都困過，做上我面鏡咧，啊冇當成困性咯嗬。喂，小慧，小慧，人法國我能咪相得正困咧。哦，法國嘢食叫法國喎，法國。哦，咁乜叫法國先？不如係咪咯？virtually 叫咩啊？你叫做咩啊？cam sex 啊，哇 cam sex ，cam sex phone sex 啊，對，我冇講翻別嘢。OK，แล้ว講แล้วทำหลังทำกันจ้ะแล้ว呢度講假好啊，ไม่假你กิมขี้係咪ฮะ啊，แล้ว你冇嫌棄咩事？你冇懷疑啊？我是有教我嘅。點解嘅啫？嘅 X 講啦，我 X 講我冇可能啦，嘅啊偏啲嘅啦，我咪講哦，OK 啦，冇可能就偏發人啦，我單就嘢入邊嘅咯。咁啦，咪嚟說啦，我有 on and off 唔係 on and off 啦，我有時大家姑姑 check。聽住我未打都未潮，佢只 can 是咪就搞偏？我自己，佢只 can 係是。你在我在度寫啦，我咪 OK，冇好潮，你咁講人偏數。OK，anyway，你嘛是另外一聊天咯。你攞錢啊你，嚟。我仲乜嘢坦白？我已經是亂掉啦，OK，我家咁模糊是亂掉啦，OK。喂，唔係啦，諗咪做豆嘅派做人 ，OK， 諗咪做豆嘅派做人 ，OK。喂，是嗰啲高山很嗬，可能冇得定啥咁。OK，你講，嚇嚟。然後就就講講Malaysia咯，Malaysia 就 custom 就 custom 有靠啊，講哦，嗱邊嗬。那邊有金器，那邊個 iPhone 係咪是應該愛有 tax 嘅 item 你睇好 tax， 呢陣時好啊，仲有千幾塊啊，千幾塊呢陣時是有陣時12年前啊，就13年12年前啊11年前嘅，就嗰陣時你成日啦，我剛剛出嚟做個完全對嘅嘛，嘛該講，你12年前咪嗰個做工嘅咩？我14年前嘅做工嘅嘛，哦。我講半年嘅做工嘅。哦。所以我發生事咧，讀冊啊。讀冊幫我處嘅生意。哦，做生意 OK。我係頭家名出嚟。OK，明白。我想你讀冊咧，估啊，二康背一個嚟就 OK。你鬥下出嚟做生意 OK，แล้ว自己出嚟做工，二康背你แล้ว嚇แล้ว。然就冇談掉就我嚟講我冇安全對啦，被學得安全嘅。然後就嗰個時候就你講你學醫咩？你學 custom 啦，然後就個上面嘅好啊，然後就講我，因為我上面有上面嘅你咪去揀呀啦，即係對你咪你朋友招咯，死啦佢個朋友招，但我完全不認人嘅，然後就你冇教下只揀招啊？家陣招。你冇係只聽住啊？嚇！我冇係講啦，然後就叮當，就講我，哎呦，你騙我，你笑到我邊人啦，你冇假公司啊，屁啊，拜，我唔買712，然後搞亂一罐啊，我基本掂佢啦。你小英都輸掉。這段時我係 WhatsApp 冇話罐啊，後面罐啊擺電話啊，所以 WhatsApp 就打嘛冇了。哦，所以你冇意小英啊，冇輸掉。我冇小英，冇小英。特別有可能基本嘅小英。冇特別對羅密歐嘅 platform 啊，最撈錢嘅。係啦。最撈錢，然後我不都個自己是馬來西亞嘅。嚇。對自己是馬來西亞嘅。人咗騙咯。伊就變我咯，用變我咯，人哋就講我其實冇人問那個，我是故意來，我是無啦別啦不會記得來，然後我是斷少年啊，講是少年應該是嗰陣時我8月的時候是本是上翻11年前嘅，所以就8月咯，然後就
有咯，就那個 platform 入邊chatting 咯，chat 就講我拍攝我問個你做特別對你係招我俾嘛講招我做咯，因為講伊身軀無咩類通食飯，因為伊講伊講做這份工呀，所以這份工伊個無出工為少偏嘛咯。然後就有啦，有甲做過那擺，然後伊有時拖嘅貓啦，是真呀。就興哦，無興，所以就我就用有時個片伊講我出鋪，我講我無那麼 show， 所以我是無那麼 show， 是無開我 app 在關，比如個 message 我啦，所以就我做一兩擺呢，應該是about我係順勢應該是一兩百個人啦。OK， 我個一 question 講有食到我未 ？Of course 無啦。伊是啊，你是聊個聊啊，是個無睇。is just 見啊。我好像想到嗬，定咁咱嗰邊咧，我啲想就講，咱個就到啲 app 會可能撈 ，app 會可能撈。我是真少機會到啲 app 入邊出現，所以變做。我可能撈，你實 clarify 講真少機會到 app 出現係咩意思？因為我就冇用啲 app 嘛，所以我冇當機會，所以我用是抄，我冇到 app 會出現嘛，冇講真少機會到 app 會出現。我是 app， 我是冇叮到時，我是有佢哋咩啊，你有意思？嘟我沒有 grinder，我冇 install grinder，我有是，特別我是個只少 ，because 我係 curious 嘅，特別是你在 app 嗰個出叮到時就 concept 是真 interesting，because 我嘅看到人落去。你 distance 落去，我一早時就啲 airport 嚟，人佢看到我，要驚我哋講，直頭 delete app 去，แล้ว無陣，都一擺啲多數卡拉就到看到都 online。我不是我包括嗰啲哪幾，我講定個，大家啦，咪你看到伊嘢，你講講嘅。嗰個另外字叫做咩啊 ？graph 係咩 ？graph。冇啊！那嘟我沒有看到對。你就會 grinder 看到我是對 scruff 看到我。唔是，我是那嘟我沒有看到對。哦，我冇有啊，嘟 Romeo。哦，所以 anyway， 我同 Bruce 講，Bruce 仔啦，出嚟。Bruce 講，我能留硬嘅是個真唔知咩？了咪是我到底幫人看到我是個看到講，我看到你個你partner 那個。特別個驚到最少係驚人看到你度特別嘅。Anyway，so 我到底我只招到底你 app 會當我只前呢部我唔知道你 account 實少有個吧。我特別我就冇講成日講喂你有咩啊會嚟數位立場啊，就冇啊，就講緊你冇講你物件。所以我實在是別去看 Snoop 別人嘅。然後我是講嗰我有。機會可能偏啲謝呢，機會就是到底邊嚟學見到，有冇個笑掉？我冇個笑掉，南西麥當勞就到時聽到嘅時候，我唔知攞聽到，maybe 是冇教我handle落，伊唔是講是 private 呢教我講，攞係叫傾人哦，伊講嘅是唔知咩 musician 嚟啊，寫歌咩咩嘅，啊攏嚟叫啊。哦，幾百年前嘅事咯。我日本人是唔是？唔是日本係只傾個冇像，日本係只傾個冇像，日本係邊一隻隻，一做 radio station 係你話你日本豆腐嚇，送喺蛋呢啊 ？SBA 啦。OK， 我會記得是講嘅我可唔可以聽㗎？講嘅朗朗死咋？伊講伊捌教唔知住拍。伊是拍唔知是吉他啊，是拍落嗰什麼啦 musician 啊，你講係或者借咧出名嘅明星，你講啊，住唔知住被對去教影啦，王力宏冇愛來啦，係咪物件？然後一個教我講係咪啊？要做 demo 來叫我唱伊 demo 係咪？因為我要學我一句嚟啲歌，我聽冇好聽，所以我冇唱 demo 啦。然後伊冇講愛騙我係咪本啊？伊無成講我身軀愛賺到淚，還是賺下面？伊實在咁講嘅咯。所以伊成講嘅成個原因就係白啊、王力宏啊、就識啊、咩朋友啊、咩物件咯。特別是啊，就無嘅咯。所以喺你隨咗撈錢咯呢？
是講騙話咧？伊無甲你討論，干那愛你去小關呢？伊本無甲我討，伊是甲我講伊有隻做隻一歌要吹人唱 demo 是實在唱俗呢嘛，都無講，了我是實在無講解，伊實談類嘅什麼無，了我聽歌是講伊歌無好聽，了我咪是無唱咯 demo。無算老天，人家係咪講無聊嘛？對，特別我是驚講伊用我成個我捌了是伊去老愛聽講咧。我捌阿John咧，阿John 甲我講，後面明明變咗成個朋友哪有？嗱是啦，誒本嘅嘛，比較差你是 long con 咪啦，講 long con。嚇，做啦 long con 係有閃嘅。嚇，一般用黃麗紅嘅名啊嘛。嚇，對。我甲你講啊，我本來學根本會啊。嚇，來講。咁睇住我情萬嘅，唔係講名緊啊。唔係講名。伊本時甲我著女，我買菜伊直頭落伊。แล้วอิ่มสิกาว特別你白衣啊，唔係正人白衣啊，是。我正人白衣。我所以你捌看過正人咧，唔是假 online 嘅啦。唔是假 online 嘅，是正人。แล้ว我白你本啊，รู้白你本。แล้วอี本ขีกับกัด錢則正，กัดแล้วเป็น好嘅人照女啊。有本，กัดแล้ว冇出聲嚇。哦，冇人甲我講本。阿妹，冇人甲我講啊嚇。我是2019嘅時。我照我咪猜我直頭落我在意，我在意是騙你，所以我咪關你。可能唔捌啊，這人有人照，可能唔捌。有人照，我知係咪寫？我知係點嘅。啦，亂免講啊！我知係點嘅。過期嘅數了，過期嘅。當然冇啦，當然冇啦。我冇話個其實人官。 at least 講打波嗰時打波，是打波嗰時打波。哦。我有照。我兩開就是OK， 我問你死我梗係18年 ，OK 我咪仔啊兩開。我知啦。OK 啊，即係咁我想啊，即係我即係蒙查冇估啊 ，so 意思。老鬼照啊！我有照一類，我有照我也未捌人，咁以前我就捌伊啊，我是老朋友嚟。哦，所以你正識人捌伊，所以老千唔是講為咗變你學見老。我未捌人以前我讀冊中部就是已經是捌嘅朋友嚟嘅。伊安怎老千？你講是是老千，係安怎？伊都隨講講伊未伊去 Tesco， 後來伊換你 voucher， 後來伊講這輪當然唔係就貴，後來伊累未出過，伊個 send 伊個互我看 email 嘅 screen 啦，就對，後來 first of all。有影真是捌嘅人，我有解 confirm 我講吼，你是唔是即個人士？你講互我聽，人做捌嘅，人做過係咪物件？我問伊，所以伊講互我聽到對於我古早讀中學點時做過物件，我就說 confirm 是捌嘅朋友，就是即個人嚟嘅。所以後來我講，我同你未到啊，就你就謝，你就講我。你當然到底到路還是中國？我同你講咧，冇。舊年。係咪 please and reason 咧啊？特別是我上嘅人啊。嗰是舊年嘅事嚟，舊年我哋邊兩個點先嘅事嚟咋？哦，舊年啊，自控自熱咩？想自控自。我是自控自治，我是自控自治。哦，我是。仲有嗱人白咧，哦呀 ，OK，แล้ว伊甲我講咧，我講 OK，anyway 啊，我唔制。特別攞冇聯絡啦。冇聯絡咧，你伊是同咪 Facebook message 錄係什麼 ？Facebook message 啊。哦。แล้ว我講 OK 啦 ，never mind。since confirm 是上一個人啦嘛，就是我捌嘅一個人啦嘛。because 講，但我未聽講，我未聽講伊 detail，人咗伊用咩？我冇明白，你講 Tesco 嘅咪 voucher 咪我冇明白。哦，伊就是和我講，伊協小 A 講當然物件真貴，然後伊話你要一個 email， 講要一個 project， 你 email 有寫就講我當然欠掉你嘅錢，我別學你過，我就會等幾節啊 ，something like that，我看到伊 content 咧，所以後來個和我就係講伊當然做到係咪 project， 就是講伊有 background 啦，講當然我欠你是 because 我有影正我哋做工，我哋攤你，但係當然公司欠掉我錢路，已經甲我講，所以伊過我看報紙，你講當然物件真貴，所以我冇你家己看一下呢，第一招本是係150塊，我嘅會 survive 到我 end of this month 就已經甲我講150塊，所以我心裡面想，我 confirm 是上是標嘅。就是迄個人啊嘛，所以我佢捌安尼一年20幾年嘅朋友嚟就，我都無聯絡無半項啦，特別人本在講伊捌
邊啲學經就係人嘅，所以我講你咪買啦，我就รู้咯。特別冇用邊啲學嘅你名寫嚟係咪啦？伊冇講伊用邊啲學嘅，譬如講伊完全用伊 personal 話伊嘅名。哦，比較是在路係你較深嘅嘛，你咁正。I mean 唔是講咁正，路來 connection 較早嘅邊啲學嘅個。對，早嘅邊啲學嘅你是 before 邊啲學嘅你告訴你。所以我就要18個，我而家就要18個就，我就要18個。ringgit 啊，你 ringgit 對，而且我冇心聽。安尼一年朋友，伊有影只安尼撲街嘅話，你話我打球伊本身係嘛？我就伊了過後啦，一地支佢就嚟搞我肚都咗。我講，我心裏面想，站喺碌攰住你講嘅150年就，都站喺攰住是150年就。你病好都300都就，你見至股變你睇講嘅，我甚至叫我對 something wrong 我點樣講？你冇做好都講過咯，你講我講係150，我到好都300แล้ว啊，你個 M 面有個。我講我冇人哋名冇做過行啦。แล้ว我是看到 email 咧，我講我當別打個招呼了 ，because 我冇得借 ringgit 啲 bank 裏邊，我當佢談個人揾呢。แล้ว我哋講你冇辦法แล้ว，我冇辦法แล้ว。我聽講我一段過後 ，it every 2 to 3 days message 佢就嚟 message 我就，上擺我就在個 email 咧，我就冇看喺 Facebook。Messenger e-message 嚟啊，我可掉掉可以 unread 㗎啦就。我咪睇 e-message 啦 ，because video something is wrong 咧，做咩掉咧？你使屈頭河南西聽嗰就，嗱南西講，一般有教我做女就，我買做衣啦。南西是上市或是較早？我自講南西而家是較早，以前自講192，自講100自講9嘅。哦 ，before pandemic 就有啦。before pandemic，特別係以前搞什麼咯？一特人做8個。所以你不搞就8個，你搞就8個，搞到人不8個誒。แล้ว你先可接8個，你冇興，你冇拉沙，都是咯。你話自己一家12人做8個，情歌咯，晒人做不夠啊嘛，咁冇時都識10 can 啊，一時 number game 嘛，所以10 can 要有，即是特啲嘢，就係有你留錢時候，一部收過嘢，一時特人8個，你看咯。所以我冇興，人本冇插，人冇可能為100個佢哋對路批看本嘛。我 feel 到要顧啲啦人嘅，即係 WhatsApp group 裏邊嗰我 feel 到啦 ，one of the numbers 啦，我唔知住，我唔知 because 依個係 text 話啲話 Korean number 咯就。阿龍，because 有話 Korean number 都達到是 WhatsApp 裏邊 group 嘅啦。梗看到，我係 +82嘅咯就，我個唔是6行嘅，喺呢條毛俾咯就。我阿龍你加講伊嘅 number 是何邊咩何邊？伊嘅嘅啦，我講。I don't feel funny at all. Thank you. Oh, we feel very. 我先，serious topic 啦，等陣，never forget to make funny 到嘅嗬，感覺到第一部 funny 就是人感覺第一 funny 嘅。I don't feel any funny at all. 來，好不？你一個你會招嘅人解講，你係生話。生綠。咦？我未記啦，我俾有咗。我 block 咗啊。安尼好笑，我真冇笑。我實是冇 block，我實是唔係掉，即係 e-message unread 咯，冇關係咯。你都錄嘢啊？5年嘅事嚟 ，OK。等陣你除掉時，我都看我昂生回來啊。知道是生食回，我較胖下面物件，我唔知伊件，特別我厝只物件，我特別我唔知要生啊，我未會。Food Camp 開張，哇！啥物件啊？唔知物件嚟喎。我咪知本來我搖，但係我都搖啊。Oh, it's a Polish sausage. Wow. Polish sausage 有菜，你話買 Polish sausage 呢個菜，即係你第一名差不了。呢個菜哦，唔會像 yakisoba 麵。哇哦！依隻臭味，哦，個 corn 落邊你看啦，伊係 glass 一 can， 佢又冇成 combination 咧，好料呢個。
個看到啲咩？誒，你都知係咩事喎？伊啊，特別要看咧 YouTube 嚇，看咧日本人咩 travel 嚟去食啊，所以做物件嗰啲就想看啲日本人一隻物件。哦，就蠻多咧。嚇，你話夠菜喎？大概7801咧，701咧。跟住後背背了嗎？啊？跟住後背背了嗎？冇啦，伊直接後背咯。跟後背，這是 daily，這是 message 咯，701咧。幾點啊？就是幾點講？我就是 sorry，就是。係咪年？你大隻後背我唔在。actually 唔對，唔是自講自年啊，是自講自一年12個月數嚟，12個 after Christmas。我就講到自講自一。呢段時間嘅半夜點寫係嘛？啊是咩？too much information。too much。問咧，我已經整啦，我琴家整得好咧，咁都 OK。冇，等下，namsay this is our turn 講，我冇發現這裡發 news 啊。I don't think it's funny。我冇 feel 到發 news 啊。你一到幾就俾笑先，幾就俾笑。哇！阿 John，即係講不讓 Bruce 聽啦，嚟年多啊。Jeffrey 跟佢做咩見面我知呢？你話你攞做我哋自柴 ，Jeffrey 表係你柴嘅咯。喂，啱呢邊㗎。佢成日念咩咯？嗱，做你新南亞面去食先啦。冇啦，哎呦，新南亞面就只學晒啊 ，please。冇啊，打開硬天啊，講，you know I went back to Penang。Jeffrey only make me this, you know. No 嘅料，no 嘅料，冇料誒，no extra。No chicken，你叫咩 ？chicken no chicken curry 嚇。冇我甲大家講，近住我講係咪基本好已經冇關類數了誒。對，跟你冇關係，即係咩？冇關係啊，你唔問講。你睇我講嘛，我照伊類是 because 伊是我係流動我。對，係你問講啊，是唔是我係我安裝都唔問時候，我能從。即係唔是跟你冇關係，即係唔夾 please。但是有跟你有關係，話往渣渣度打好都聽下咯。你話渣渣度出緊咯 episode。口水講，我講啲拜時咩講，拜二咩講，拜五咩講，還是講gì？還是講啦。Clubhouse 會講，Clubhouse 講個了嚇。但我冇關到數啊嘛，講嚟做咩？有啊。我覺得講好似真係寫住嚟 Clubhouse 啦就好啊。改講啦，跌改講。哦，我有都會講屬於講嘛，我有都會講。對後做啦。Because 好聽咪 because 王菲的 funny 嗰時候。好得意咯。你加做你咪加講咯，伊唔加嚟啊啦，你愛一腳人 disappear 咧，然你照伊伊特叫全部轉嚟嘅。誒冇咯，咁你慢慢講 ，OK？我照啦，你哋對面係都錯。你拖到啲咩事啊？你真係啊！你咩拖女啊？把你成個女強面看啊！即係把你講起女人就巴閉 ，OK？你介拖，你哋冇轉嚟。咁波女呢？你見亂喺面見300塊呢喎，阿龍都點300塊就作浪興。我唔係你20幾年朋友，你做我300塊，你安尼對掉嚟搞我300塊唔是女啊？300塊唔是女啊？講下300塊條路嚟講成個面見啊！即係一頓都冇搞啊啦！300個咧是講後尾河波是河波嚟啦。你睇這類嘅小英文出啊，同你講嚇。阿龍，你講300塊是迄個報紙是300塊，特別你 interest 較高較濟個，當然你是解對 interesting。有咯。啊，300塊當然計講。冇佢女嘅咩？冇佢女嘅。特別要幾時？我是你哋講，你買嚟炒爛網時哋我見嘅咯。所以見住講住你講數據啊，大嘅變成學緊國家社俾佢哋俾注意咯。但係我住佢都講下，以前我是變成學緊裏邊嘅啊，住啊。我同你講就冇插一住。啱晒又好，毛毛股又好，阿龍又好，豆嘅又好，佢最出最嘅都着你行，唔行着。嚟 house 講，嚟 house 講，嚟 house 掉，佢邊咧學嘅 house 每話就成，誒，南西咪搞着女人冇嘢啊？做 crowdfunding 嘢嘛，做 crowdfunding 條 crowdfunding 嘢個，誒住愛照女喎，啲 clubhouse 佢幫，一人你買佢幫嘅話，你冇着，一個人照女會使照嘅事。
我開出個照女，我冇拍成照女，真的。我冇拍成照女。但是講我開出照女嚟照。網上嘅主切但係即係面都我叫梅利子啊，阿 John 咪數啊，搞笑梅利。可以知咗。誒，那是講下我究竟開出個照女嚟講啊，我是邊配是貼個隻咩？對咯，有陣時是真係大數咯。欠人掉女咯，我欠人掉女我都唔知講我會開出個人掉女嘅本。喂，邊啲學嘅我是未 ，maybe 我想學不個人掉女嘅啫。阿咪掉女成日講各位知掉女啊，是我興嘅你冇想啊。成日講掉女，我不知道。興嘅 US dollar， 開女開個料，我不知道，這是人。你等買物件咪算啦嚇，其實講我一直照啊個八買物件你冇算。我不照類一道啦，是我買厝嘅事，我係頭機，我不教人照類過。然後我感覺到真正欠人只濟啊！你看，因為都是我係家己人，一直咁慣出類係嘛嗬。所以變做因為我唔知我只坎坷啦，可能照類，但是講啊，300到加邊啲學見，到對我家啷開喙家類嚟講係，就是講 something 就 wrong， 我特別去考試佢幫潛想。照類真正裝，照類有人照類是一照類學路俾出事學路轉者，唔是叫。對，我有興意，我唔知是三個月之啊6個月之，你就係唔是？伊唔是講我係類保，伊是都好，伊講講你學較濟，然後你就免學你 premium， 唔係你 insurance， 你 mortgage insurance， 伊講我照了你學變做你帶地學較濟。你興我免算你來錢，都知道興我類對啊！伊講你會做一個月內面你興我一筆類，所以我講唔知是6個月嘅時候咪我興意，所以我6個月你講興意咯。所以講今晚我今晚學你談嚟，正當時講嚟錢嘅，我今晚叫你學你用興意即係你寫一筆類，所以變咗成個談掉，人哋看你就係講，所以伊是好心。做好啊！我們特別揀啦，老實講，我自己人，我真正親你嘅人，所以我伊本無啦，實講我特別欠伊一條正嘅咪是無，伊是原來正被當下手啊啦。特別我應該會記掉嘅，即係我會記掉。領導時都真係辦不成人，把你個出來做工啦，冇咩累，未處啊學頭記咪學嘅了，上下你存你累嘅了，冇嘅了現啊，可能就係。對，because 買厝是真大數嘅，你有陣時傾家蕩產，隔了你拼個攞出嚟。我了解，因為我冇個人不要厝啊，有陣拼攞出嚟。阿總經照我1萬美金啫，我英文係幾多本呢？跳都冇跳，點跳？冇跳。Jeffrey move to audience 就 move to audience 啊！你看到 Jeffrey 落去啊！我同你講，啲個人是有一部好一部先啦，有一種肯定 mindset 嘅。因為我做 citizen 嘅話啦，我未去參加樣嘅種 social program 嘅時候，就是講俾讀冊嘅，讀出雜點證。就是 Korean culture、Korean society 咁嘅，有 textbook 嘅。依其中有一 part 咧是講到銀行，係了依邊有講到借類嘅隻物件，就講到 loan、personal loan 啦，係咪佢無相關嘅人來學啦人嘅you know daily life 咧無相關嘅 loan，即係譬如借類。係咧有一 part 是講嗬，啲 Korea 嗱是你借類學人嘅話啦，你 you have full rights 啊，佢叫佢簽住條紙嘅都就。就是講我照你幾號照嘅，或者幾號被影號你，或者被簽名作晒嘅就，所以講這裡是 protected by Korean law 嘅，變咗 Korean society 啊，人嘅社會啊，但係人本就係講，我照你號你，就特別簽住條紙嘅，所以人有人嘅關係一個 mindset 啲一邊嘅，所以冇成講那個，你講我照我10,000塊啊，我不是講照我啊講10,000塊，貴少號你喺度耍咧嘛，你諗邊個人就照講，人白做我字意思啊，條講攞地市做我你加會加咋你？咱人 feel 到，咱人 feel 到上咁正嘅就講對唔對？咁我做1000塊，我簽名個。
即係成間大館嘅明星，無論甲伊嘅中國翁離婚啊，แล้วอีก出來係咯，係條裝。超乖啊，超乖啊！嚇，冇啦，唔是超乖。要超乖，比一開始做戲嘅，只有好嘅。伊翁嘅年不是18咧。18咧。我俾每路人一個問題，做咩事啊？亞洲嘅人啊，規隻愛甲朋友借錢，特別買去銀行借錢，我未明白，做咩事你買去銀行？因借未到錢嘛，因無在度借嘛。因借未到錢，because 你借你特別有 guarantee whatever 嘛。你有 income。你有 document，make sure 講你當然是under employment of 蝦米 company 嘅，以後你係攞借，你哋有安尼款嘅 document 去 prove 講我是會行這個類嘅。你哋未 prove 嘛？銀行都是冇 prove for 你嘅嘛？哦，意思去銀行未借了，未借嘅對。哦 ，OK。對。and then 第二點就是銀行有條利息，你個朋友借伊無條你 interest 嘛？哦，對。朋友，老實講，你個朋友借你，朋友借你，喂，我嘅聲是咩？是咩？講起銀行借錢啊，我有淡薄物件講。嚇。講起銀行借錢嗬，我有物件愛講。冚掉咩本潮？是咩？係啦，係啦，係咩？講起話嘢。OK。講起發財，嗱，講起銀行借錢，嚟我淡薄物件講。嗱，嚟講，你講落去啦，呢度制嘢水鬼，都講落去啦。頭先阿三拉沙有梅曉，阿三拉沙係曉。對。嚇，我甲你講，我玩嘅款嘅經驗，就是咧嗬，伊人嘅要求啊，嗬是真正濟。所以成日講我人做 freelance 嘅人啦，嗬，แล้ว有當時硬是想愛借錢那時候嗬，我你愛 provide 你愛可以真正濟迄個 document， แล้วก็有就是伊愛看你有行 EPF， แล้ว啊無你就是你 SSM 啦，แล้ว下面個有就是你 income tax 啊，一大堆物件嚇，แล้ว個有 bank statement 個就被。若是講，你是家己做嘅，你 sometimes 愛落幾日到一年內邊嘅 bank statement 所在哦。對。所以變做真正麻煩咯。แล้ว你若是講安尼麻煩嚟講，你無多好甲朋友借咩？怪物件銀行依家特別。特別係啦，麻煩事。對我嚟講啊。借錢是一大件事，是一無面水嘅物件，所以就是一大事。So those are the things that to prove that 你是有影欠用 ，that's why 你個愛去借。若是你無有影正實欠用，你就袂去甲人借嘛。特人欠用錢嘅啦，是講我問題是你物件銀行嘛，你無銀行銀行，你袂在銀行你袂借錢啦嘛，對。Hello。誒呢，銀行借錢好，你唔是因為你欠用錢嘅嘛？唔是因為講我同伊撲街咧，我欠用你咯無錢食飯了，伊唔是迄一種嘅，伊是 loan 嚟咗，伊唔是借錢咗，伊是 loan 嚟嘅。所以應該是你做生意啦，還是你買厝啦 ，whatever 嚇，開公司嚇，即係是 quite official 嘅一個 reason 嚟嘛。伊唔是因為講我撲街咧，我無錢食飯了，當佢銀行未借你嘅，唔係佢哋講就是人，佢哋講嘅話就唔係 loan 嘅嘛。Maybe 我是講啊。若是講你有影是無錢食飯，你去借錢啊，你是袂還的嘛？所以你去講你去甲人借錢是毋對，你應該是甲人討錢，你毋是甲人借錢。無啦，有會借本嘅，就講我就甲你講，係你做朋友伊嘅 case 就是講，伊嘅 project 當然是啲行條嘅，季節伊個行條伊嘅 wages。所以講嚇，你是啥南西講，迄個是賺錢，是當金是互你 cash flow， 你 cash flow 掉太。所以賺互你 cash flow。對咧，有人是用借錢嘅辦法嚟打入你門頭，แล้ว是借แล้ว是無形嘅，特別伊咁樣伊歹聽嘛，人買個伊 entertain 伊嘛，我無甲你借錢啦，我只甲你借錢爾，我行你嘅物件，你嘛是互伊咯，你即是去開喙講。
我見佢用我是被吞興掉嘅，特別我俾佢拖，喺呢個冇想喎，我感覺就係呢個派，伊是 con 嘛，伊是被撈錢嘛，伊被佢只借主嘅，你只借主講話，誒，你我未啊，我冇教你，你學啊，學啊，但冇你，伊被除咗你借主，你講招你又可以除咗佢借主。我想我做樣啦，要聽這裡學緊啲報告時，要聽這裡報告時，伊行texт我講阿龍，你講咁你困住才做女咧嘅時候，哎呦 ，I don't know how to react，特別你我買唔使，佢講誒，你啲報告上面講嘅是真啊，咁你困住才做女咧嘅時候，別看人文係嗰啲。特別同件事講做女是驚。好啦，劉青啊，講劉青。劉青大概係做女，你講做女咪就係講可能鬧女嘅事。正當啱咪講句啊嘛。你可能鬧佢，佢你鬧佢人喎。你未記啊咩？你喺你冷隊 KIA 啦，你硬係俾學女你叫。嚇？話你唔是學鬧佢咩？唔是學人簽佢咩？我可能簽過一面。我冇未記啊喎，誒可能偏色偏財嚇，偏財偏色啊，冇偏色偏財呢？一個係除女咧，人嚟㗎 KIA 咧，講條大漢條咧，條河女啦，咪歸 visa 啦。哦，係你人條講佚佗伊嘅，係你是我嘅 friend，特別我冇有安尼款嘅 case， 特別我是知了嘅啦，แล้ว我是條講。佚佗伊看，到底伊人愛安怎？伊人嘅迄個把戲是蝦米嘛？然後本是上本嘅咯，就是到KLIA 那時嘛 phone 啊，然後講哦伊類啊，就摸數啊，咪幾安尼款嘅物件啦。特別吼，我愛講嘅是money game 啊，算咗是撈錢咯，然後伊 suddenly 無地氣哦，你撈。我甲你講有一幫啊是人檳榔真正興 money game 就有一幫啊是，了啊有一個上個反啊那款啊吼，了我表哥咧就招我咯就，แล้ว伊講哇伊already賺到對本錢了啊，係咪啊那款咯，แล้ว頭那時呢就講100美金爾。OK， 你會使 test 看啦，100美金啦。แล้ว然後伊 every month 伊逐個禮拜伊就入類了誒。แล้ว你咪看到你類有入咯對哦，特別100美金呀嘛，所以伊入類本無濟啦。แล้ว特別人本是貪本哈，咱想看講應該是真正安全呀嘛吼，แล้ว直頭甲伊係。上個是7000啊，你看條上個是7000美金啊！冇，馬幣人馬來西亞啦，暫時3號幾啊，對，所以2000美金。嚇對，แล้วมาแห่落去咯，แล้วแห่落去啊嗬，攞禮拜呢，你人失蹤去啊！แล้วว่ากู石頭是冇掉咯，你人實在你冇地氣啦嘛，แล้ว個表見哦。我個再講嗬，身邊嘅朋友啊，有嘅啊係10,000落去咗，咱嚟說類10,000嘅本有，20,000嘅本有，然後佢哋人就失蹤去啊。然後安怎你無，即你無，你是學伊嘅啊？伊唔是好像無抓無咩啦？伊無說講有類啊，無落伊講 online 啊。冇嘅，伊個咧物件是 online，你做 online 嚟面嗬，你會使 check 你個嘅 account。特別呢，即係物件個咧是伊人 set up 嘅嘛，伊 suddenly 伊 website 冇地氣喎。哦。你知哦，แล้ว個咧物件本冇去，แล้ว伊人有一個 WeChat group 嘅嘛嗬，伊 WeChat group 啊，伊 suddenly 冇 reply 咯，你問下咩物件，伊本冇 reply 咯。你是講 investment 啊？人講到 invest 啊，都係對，特別咧應該是崩盤啊，上面人講。係咩盤？崩盤啊，一盤多了嘛嚇。伊是人講嘅 Ponzi scheme 就對啊啦。similar，這邊講者。嚇是啊，你嗰邊本有嘅啊。
我聽有咗少少誤會。哎呦，即係美國仔咯咧。叫人叫，咁咧，伊是安尼款，伊 because 你去銀行就是你去銀行啊，伊真濟 document 啫嘛，所以 that's why 頭媽會話講真濟數，所以真濟人啊，哎呀，我買 documents，伊嘛是起成一個細公司咯，你細公司你成簽一條紙啊，嚇呀，逐項都會做了嘛，所以伊就撈你日頭先，互你1000塊，你就互你，像你一個月會加到真濟類，所以你嘛直直要來做參咯嘛，直係較濟咯，แล้ว你逐個月伊捌你淡薄時啊，伊就慢慢加你嘅 information。所以知你阿家有幾咗，你伊阿家知講你搭咗啫，你本錢啊，可能搭咗啫。所以伊老家你點聲搞咧是伊就잡不了，伊搞伊老家知講500,000啊，伊老家你阿家300,000嘅是伊就走了，伊就走了。然後伊去別位伊個再開一個公司，แล้ว伊睇到你嘅時啊，伊知講你有類人啊。你朋友本是有類嘅，你無類，你朋友本是無類嘅，所以伊若是知講你阿個安款嘅人啊，就叫你介紹你朋友，แล้ว你人是做好事嘛，人嘛介紹人嘅朋友親戚入去咯，所以伊夾甲伊阿個伊搞咧是伊就잡不。對咯，就是安尼款嘅咯。拜聽。我會講這物件咧，啥樣是較濟是開咧身體不好嘅嘛，所以even 都伊無走吼，你輸袂着伊們誒，你輸公司呢。I see，身體不好是講，伊無用疫苗。因為 private limited 嚟 buy shareholding 嘅，buy the share。嗰隻行我嘅 share 就是兩百度 pen buy。Not only 類啦，類 also 啦 ，but also product。講下，你俾物件好多機會啊！我掉嘅是 skincare 嘅 product 嘅，因為樣 skincare 嘅 product 本是上個愛上個安尼 direct marketing 嘅 skincare 嘅款嘅啦。啲 skincare 嗬，actually 我看到真濟人 share 到上個 social media 啦，伊話是講啊。真係好用咯，用啊！Lui skin 嚟安尼啊，我 from Lui skin from 真係解啊，本一邊個真係係咪啊？Order 我 I mean for some time 我 already 看到本隻隻，有陣 one of my friend who carry the product 要買，因為我看到啲 advertisement 啊，有啲安尼好料啊，啲 skincare，你講是哦，我用我 sister 用啊，有啲是好喎。OK，so since 你是我朋友，你有做。OK， 我嘛甲你買咯 ，because at least someone 相信嘅嘛。我嘛甲伊買咯，買啊用，OK 哦，有陣是好喎，咁嘛 continue 用咯，用個I think 愛我一年啊。那 after that 伊甲你無會，伊甲你無會，有陣 skincare 是安尼嘛，有陣用關係有陣你無會去，咁嘛無限用啊嘛是點對咯。如果 OK， 咪見你使成俾50%，係咪唔見等回來 make full payment 安尼啦假如講 pre order 成啦，係咪嘅唔見？咱講咱用好用嘅啦嘛 pre order 咯，你把我 friend 去邊嗬，一般是呀 payment 真係 from friends and customer 係咪嘅？伊本伊大基本是有好出路嘅咗。So the manufacturer or the founder of the brand 佢是照料讓嘅類讓 order 讓好類照料。Then after that 來啊 report 出來講伊個 product 咧是無 license 嘅。แล้ว有人 complain 講用啊，แล้ว我人哋用嘅嗬，有個人停啊嗬，有啲有 skin problem 嘅。伊變個國家，成個 skin 變國家解氣啊呢。我本有啊 start key rashes 啊，你冇用嘅 product start key rashes。So the report come out 講伊個 product 裏邊咧有 antibiotic 嘅。伊 antibiotic 有 steroid，所以我 stay 唔驚你用嘅時啊，嗬，是 OK，but when you stop 嘅時啊 ，your skin reaction start 嚟啊就。你成個 drug 啊，你成個 drug abuse 嘅咯。你成個 overuse 啊，可以過嚟。So 呢個係啊 ，already pre order 咧，我 friend 本齊講咯 ，because 伊類個 customer 廿類伊類本嚟咧點落去啊。伊本條樓啊。
伊佢真先做是一本短真正濟會嘅啫，伊 from 做工啊，變到無做工去做負擔on the物件啫。哦，所以這種應該無算做是老類啦。伊公司老嘅咩？伊是 just 迄個 product 是無良性嘅 product 嚟嘅。然後一個甲你講啊，睇下伊嘅頭家 the founder 嗬。講我luang kalau saya aneh ho nasi unya face the skin problem kami le saya direct WeChat i. I'm not going to respond to it. So after that lu WeChat i lu message ho i reply lu in Chinese. Lu kaya我冇 understand. 所以講aneh lu 會曉聽是lu only 不要睇咩物件，我不要睇聽我係要聽淡薄。所以佢甲你講話咯，講話是中國聽嘅。然後佢講我哋 product 係呢，人講我哋係係咪呢？我背錄到對咯，係咪唔夾吧？我未背錄擺類，我背錄擺 product。我講呢錄，我用啲 product，我個仔啲 product 呢，我背錄個仔用到對類 product 咧嘛。好巧。呢個有 send 物件佢嚟，咪就係把錄加用我未錄，我都唔開用啊嘛。然後把。I think 掉個解人咧，但是 customer 我有 pre-order 攞三罐安尼啦，但掉個解是 those that carry 伊個 product 嘅咯。應該就係啊，我覺得你俾 branded 面講埋啲嘢，要啦，你唔同我對睇見同埋你講時間少時啊，唔知是料嘅喎。少時啊，我介紹咪聽俾貴嘛。冇，你介紹我俾是有下你 brand 到冇嚟嘛？你話我唔是啊，你佢講個俾咧，你老人嘅是公司，是我。呢邊都可以冇啦。Amazon 嘛真係這樣嘅工具，你知啊 ？Amazon 伊人 because Amazon 是這隻 marketplace 嚟嘛，所以third party seller 嘛，so 有 Amazon because 伊公司安尼大咧，伊有家己嘅 warehouse 上面 ，so 伊學你 third party seller 賣物件，特別伊會嘅了是貴伊 warehouse 嘅咋 ，so 你買到 Amazon 嘅時候，你唔知公司是即係是 Amazon carry 啊是係你 manufacturer send 嚟，還是你 third party send 嚟 ？because 你 sometimes 會掉你看 reviews 伊人講，即係看咧成個係你正漂，特別伊特別便宜，啊無伊 packaging a bit weird， 淡薄冇上下。意思還是伊係你texture，let's say skincare 啦，係咪？或者成日冇。淡薄怪淡薄啊！怪淡薄，前一隻咯，即係 Amazon scam 就正。點知個 Amazon 嗬？我就 Clubhouse 話特別是做 Roadcaster Pro 嘅 room 嘛，要拜字先。然後有一個人起來甲我講咯，阿咪意思甲我講咯，我正是唔正是我唔知啊，只是我聽伊講，我對伊講啊。伊講伊到底Amazon 裏邊，伊講伊邊啊頭早條 scam， 伊邊要內 model 就是舊嘅 model 就是新嘅 model， 所以伊講伊邊舊嘅 model， 然後伊會寄互伊來時候，伊是伊嘅啦，即係伊 product 啊，特別臨面嗰陣時啊。你上班嘅了，成日係巴肚啊！我有聽到，嚇，你有聽到好，你有啲你。我有聽到，我有啲。伊講下你是水特別裏邊可是上班亂。伊講過係咪個 cable 啦 ，USB cable 啦，係咪嗰啲上班嘅咧係到邊？即係可能學你培養咁樣啲人玩意咯，你。maybe 咯。所以伊度講，伊咪是 contact Amazon 咯 ，because 你到底 Amazon 嚟俾。你講 Amazon research 一個部門上線喎。所以伊講伊度只，伊成日講我未，你未 proof 講，即是唔是有影只只是寄來是成日款嘛？你喺度起行喺度 contact Road 咯 ，Road 是做佢哋 Roadcaster Pro 嘅公司咯。伊個講啊，樣係好啊，伊 customer service 就係講sorry 啊，講你 experience 係唔好，我寄一粒新嘅，一寄啲新嘅 model 可以啊。對，開心呢。唔知而家冇人啦，但以前嚟香港講咧，片網都是冇，係咪我唔使談係咪啦嚇？就是for fun 嘅咯。特別我要嚟講，你嚟講咯 ，so quite interesting 乜啊 ？Amazon 好，當時你看伊，我 usually 當見啦，但是伊唔是伊無 Prime 嘅嚇，我無咪買嘅，其實。
啊是啊，那是我skincare 呢，物件到 internet 咧，比如啊你 scan 乜嘢？係啦，你唔知用做想誒，呢部 official store 嘅咩？成個黃比嗰邊有 official store 嘅嘛？我知道我本是掉咗，我買耳水，我啲 Amazon 買耳水，แล้วอี耳水穿起來 OK 啦，แล้ว一邊拍起，แล้ว嘛是國際 reorder 咯，แล้ว我 reorder 來是啊根本冇像你看到啊，你再講是 knock off 嘅幫佢回啊，你知แล้ว我嘛是甲你人講我買咯，我俾 return 啦，แล้ว我俾 return 是伊買行我類 because 伊是 third party，แล้ว伊啲 frustrate 我 like 叫我翕小影啦，哈咪我做緊了，一個買行拖來拖去12 weeks 咗。我未打閒了，我是 because 我一把，我講哎呀，你幾十塊比。那個買麻煩啦，有一買麻煩，你直頭幫你刷錢咁樣啦。我頭晚人講咯，你幾百塊啊，人可以。特別你點先比較濟？啊，我人講你，我係撇先呢，我。你若是愛累，你甲我講，你愛拖累，你拖累，特別你莫騙我講，你愛借累，我是安款嘅人。所以愛學咁問學，你咪嚟拍樓啊！你正式甲我講，我會學你，特別你莫假死啊，款嘅物件。所以我特別我就特到甲伊聯絡啦。email 寫咧，我收個了起來就一個 folder。我直頭拍電話去甲 Amazon 咯。Amazon 貼伊規個 website 咁了冇嘅了，我甲 Amazon 講，我講這裡是 principle of conducting business， 我講若是學 Jeff Bezos 聽到安款嘅話，一定要頭海嘅名聲咯，我在銀行做工，我講這裡 practice 我第一無數㗎 ，that is why I was collecting all the data， 我講我一頭當金送互你去，我就寄去，伊就寄去互伊 supervisor 看，伊甲我講，伊講真 sorry， 伊互我迄個鐳，一頭互我迄個鐳，伊甲我講明仔，伊講你會使 check， 伊講明仔 within 24 hours the website will be down， 明 within 24 hours， 伊規個 website 貼落來，迄個人有3000個 products 無㗎了。我真歡喜哦！我真無事甲撈錢，我真正無事甲撈錢。呢個世界真濟人啊，是有良心、有好心。你若是真是欠用啊，你甲人講真是我欠用，聽到有人會幫助你。但你無需要騙感情，你無需要騙信用。安尼款嘅物件，我頂無事甲。我昨昏把你甲看到啦，昨昏我把看到人講白咧。你叫咩啊 ？AirPods 2啊，是假嘅，假正嘅講白。伊清差淡薄，伊 font 淡薄無像淡薄，啊，比做真像咯喎。人夠老啊，嗰個。Apple Pencil 冇有，所以我淡薄往時我無咪加錢差別啊。頂住是，我 OK，這裡唔是線呐，我教我只是講伊個 experience already 無好咧，變做我一頭無爽嘅一個 experience， 所以我只會買一個物件，到啲 website 位，到啲咧，一直見拿一套袋啦，咪講係咪票啊？未必喺度講啊，講個人家知。嘟啦，有一個嘟人啦。OK，咪做 Me Do， 哎呀，死成個咩名 ？Me Do 3， 然後伊是寫隻。伊寫隻 robot 你看了，伊隻特別我係只講伊是看到人是一隻好嘅人用啊好介紹。特別淡薄 fishy 啊 ，OK， 我就買到啲我伊個 website 買嘅時，伊個 website 講是 Black Friday sale， 靠到這裡我只講咪買，你知我特別我是提我只學你到到正，所以我咪是買咗幾下藥，企教即係教時，伊個 screen 冇好勢，未到，有聲特別 screen 未好勢，然後為咗俾ไม่學 Christmas 用嘛特別特別一派啊，所以叫你 return 做 return แล้วก็ exchange 係咪其實興嘅時一學往 refund 咧叫往貴 order 貴，所以我講 order 我頭我知道除掉到啲 Amazon 會除掉 Amazon 除掉依會嗰個辦機喎上嘅會啦，แล้ว我唔是講我依中國到啲中國做咪搞啦，就是冇開 iPhone 咪就是中國做，所以依個寄來嘅 address 到啲中國嘅寄來，所以到啲 Amazon 嘅寄來，伊寄來啊嗬，往貴好累貴，特別伊較辦幾貴，伊 Black Friday 嘅 sale 個 ，OK， 所以就咩事 Black Friday 嘅 sale 是假啦，係咪唔是講假啦？伊就係特擺冇 sale 啦，然後伊就寄來咯，就寄來，我就教伊就教我係我係為止端啊。
對馬來西亞，誒，個我查某孫講，伊寄來 Amazon 寄來講伊 attempted delivery， 講伊要去送貨，但係無人接。你我看伊點聲，半暝12:05，冇人送貨半暝12:05送去。我講 maybe 是中國嘅點聲嚇 ，because it shipper 是中國嘅嘛。แล้ว the next day， แล้ว我查某孫就講，咦，唔知係淡薄 fishy 呢。แล้ว是 next day， 伊個甲我講，我早去幫曬時，我看到我收攤電話講，delivered 了。แล้ว我講伊 deliver 我講安怎無收攤？我查某孫的伊厝頭前有 camera 嘛，伊係咧 ring 嘅 camera， 所以知人來寄貨時知嘛。伊講無 notification， 所以走去看無 possible。แล้ว我就睇伊 tracking number， 走去家己伊我即係你去咧 Safari 上面都綁嘅 tracking number， 你明就係講係 shipper 是全部好，伊隨後路嘛，所以我就去 track 掉，就 track 一寄去 Florida。deliver 去 Florida 唔對 address，so 我一頭 phone 不 contact Amazon， 甲 Amazon 講伊樣寄去 Florida， 我講我就冇 fish 我買啊，伊講唔要緊你行我，所以行我旅遊我就係怪快本來一頭，我就係講伊無講 question 我上面就講，伊講 since 你甲我講伊寄去唔對 address， 我就係講你 order 是到你 address， 伊樣 must have done some research 啦。伊講一個無寄後路 address， 所以伊就行我類。我 share 一項物件我掉嘅啦，但係我無贏，我未看伊嘅 website。我 because 我接 Canada 正冷嘛，所以我買正濟迄種 merino wool 嘅物件，嚟嚟布啊，嚟衫啦，咁款物件。所以我就 compare price 咯。แล้ว我就看到一個 website 啦，伊銷因伊票啊是相嘅票，特別伊是美金。Amazon 賣40塊美金啦，伊賣30塊美金。แล้ว我就 group 正濟 head 啦，係咪貴啦？100幾塊 US 啊，我嘛訂到一個 website 訂咯。แล้ว伊就講伊有係 tracking number， 特別啊，伊撈嘅時，你知伊安怎撈？我反正你學我 half a second， 我去夾下你看伊夾你啊！喲啦，唔知啦，其實撈錢嚟講㗎，你知哦。no episode 啦，點正一定個，讓一啲人笑得直接俾講撈錢，你咁樣嚟講。所以我咪聽唔知160幾塊 US 嘅物件㗎了咯，我咁貴貴㗎了，是有影是，特別伊邦語，伊唔是講邦語較離譜咯，就伊邦語嚟，咁薄啦，啦 ，because 伊中國來嘛，伊寄即個四季卡碟，卡碟啦，我係你看啦，寄即個手機好啊。特別即個東西我訂嘅對，所以了我嘛是改小名咯。我改小名是一直講伊有 tracking number， 伊 prove that 伊寄了咗，特別伊寄嘅貨唔是我 order 嘅，唔對貨。So look at 伊真袂贏 ，because they use proof。The proof is it has been delivered。But look at 了伊嘅 website 啦，你訂了嘅時啊，我都是講冇 confirmation， 我冇 print。你 website 啦，你無通 trace 嘅。你訂了就冚了嘅時啊，伊 web page 袂起來啊。That is the 做人講咩 flight by night。所以伊 website 出來啦，幾個月啊，伊收伊 order 嘅了，伊就冚掂啊，伊就走了。所以我咪被打閒咯。แล้ว because 我多件行，我每日就要做安款嘅物件，所以我會曉伊 procedure 嘅嘛。我打電話去甲你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講啦。dispute 啦，我 dispute 啦，我講 the one thing that I did wrong was 我冇 print， 我只係冇 print 了，我當見我冇了咗。冇證據。我去 Google 嚟之下，真濟人講啊，伊人有 problem， 所以我甲迄個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講，我當見我冇 proof 啊，特別我去 Google 嘅物件，แล้ว我甲伊講咧時啊，伊聽了有道理咯，伊還我嘅鐳，伊還我嘅鐳嚇，伊還我嘅鐳，แล้ว伊講 because 你 merchant 愛摕鐳嘅時，伊人 merchant 特別有特別有一個 merchant number 嘅，所以伊甲我講，伊係迄個 merchant number in 伊人嘅 blacklist， so 後悔 merchant 去request 鐳。It will show up, and then which means it will trigger an extra level of protection. 我講一騙我 right 160塊 US 啦，
了我會看到，我再講伊是中國 ，because 伊 credit card 係是伊有做 exchange 係咪個了嘅嘛？了我隔離人講我袂贏 is because 伊直直講伊有 tracking number， 我講特別伊驚物件了哈，你 email 係是啊，迄個人 frustrated 了，伊無讀你 email 了，伊咪甲你 correspond 了，我講了我袂做半項。特別我係累我夾到短啦，特別。แล้วก็ทันค่า卡啲手機。未公司我會使，啥物人愛判使，我判使送互你人，但所以佢大這邊個3年啊，我掉這個3年啊。卡爹你使 black elephant，black elephant 唔啦 ，white elephant 喂，你知啦，中國人嘅物件乜會正嘅，我咪講你。唔是嘅啦，誒，買你款有正本嘅，是正。แล้วอีติกับว่าก้องอีติกับว่าก้องว่าเกียแล้วว่า approve ว่าแล้วว่าไก่ก้องลุย product 唔是แต่บิดาอีไม่ respond เนี่ยอีไม่ respond ว่าไปจบป้องหัง and อี website พุ่มโบแล้วอี website พุ่มโบแล้ว你做掉咗阿什立沙，你隔離 bank 講你依然 bank 㗎แล้ว有 blacklist 物件所以係就別人啊，唔到 at least 我心裡想咗你想講OK，上家人講啦，人會滴過啊，人可能50塊，人會良心，人免想講，哎呀，別人囡仔無牛零零了，人阿妹本袂困，特別有個人唔是安尼款到啫，像有個人伊有300塊啦，伊互你一個50塊，伊剩250塊呢，伊家己囡仔無通食肉，就通食菜，所以我直直想咧，我直直唔甘願，吞袂落一口氣，我心裡想啦，安尼濟工做啊，人啊是。真少人會枵死嘅，你若是會做工嘅人，真少是啥 temporary 人無累啊，人甲足累嚇，人會滴過啊，人都 OK 啊嘛。แล้ว我直就想就袂咯，แล้ว我甲你人講我講當今伊 website 本無去啊，แล้ว我安怎好？แล้ว我講伊騙我160塊 US 不要緊啊，伊毋知騙幾百錢啊，所以伊人去 trace 時，伊人講伊人捌聽過啊，反伊人開啊 like。伊人 register 我過去找咧 registration website 位咯啫，伊 register 了嘅時啊，伊有 domain 嘅嘛，伊 domain 冇過去了。所以伊人 credit card 嘅 company 甲我講，伊人去 investigate 嘅時啊，冇 investigate 即間啦，伊人講 because 伊人特別 pick and choose 到一個 website 嘛，伊講捌聽過，伊人去一個 geographical area 是啥 US 啊 Canada 嗰時係咪 country 本好啦 ，Germany 伊做幾禮拜幾月節嘅，แล้ว伊夾真濟 order 收真濟累啦，伊就走咧。伊未做久。喂，我係記到啲馬來西亞本地我唔知啊，我係記樣一個係咪 investment scheme 唔知咩啦，但我係記我 OK，所以我甲我昂對2017年時候，我當時到啲係 airport 係邊咩啊？不過 Jambu hotel 誒。Equatorial 嚇 ，Equatorial 對，但係 Equatorial 有開咗對啊，是一頭冇開啊，冇了。喲，แล้ว伊到底迄邊嗬，因一啲人嗰啲穿上嘅 uniform 咪就知哦，然後因為成在 meeting 到底伊個 conference center 嘅啦，แล้ว伊就是成個喺了，แล้ว我就對咧無落關咧，我就聽到講伊個頭唔知咩走路啊，什麼，跟少年攏知我講咩哦，係嚇。當人名唔知咩？當然嚇對。喂，伊幾那 Q 個了分掉，歡喜咁玩掉。係咪歡喜咁玩掉？係咪數？你若是咩啊？我就是講啦，我唔驚誒，個樣個講到對係你話咯 ，already 老啊，佢講到對個啊，我人講啊，我人無讀冊，人就是安尼啦，係咪唔驚？มีมันนี่เกมไหมเหรอ我所以就講你叫咩人講風涼話是什麼意思？JJ 係咪 scheme？ 有啦，我未記啊咩名，但講啊，我應該我未記啊，就係咩名啊？係啊，係咩出啊？就啊，樣我怪大 news 嚟，怪大，不รู้จัก誒，我唔知。MB together at the same time 㗎啦，安尼。MB。你講後生嘛？後生是你 JJ 嘛 ？JJ。對。哦，係咪物件啦？有時係咪物件？到底是 investment fund 啊？成個路呢？可能後邊話講，伊學路你行路到啲 website 冇嘅，你看呢？
伊哩 JJPTR 咧，嗬，伊是JJPTR 咧，佢哋是幾哪嚟後生囝 build up 嘅，แล้ว伊人不是成日安尼款咯，money game 安尼款嘅物件本啦，แล้ว特別呢，伊人就心頭較大淡薄，就是講咧，伊人愛做成個佢哋叫做乜嘢咧嚇？頭先最講嘅另外一個叫做乜嘢咧嚇？本是 money game amplitude 安尼款，伊愛學成個 amplitude 安尼款嗬，所以就寄你類去 invest 成個 restaurant 啊，แล้วทำ安尼款แล้ว invest 嗬，แล้วลูกหลานใส่寄伊個 point 去食物件，去食個飯機。路邊唔夾個飯機，因為唔樣，แล้ว佢哋伊本來學安尼款，佢幾哪嚟後生囝，แล้ว結果呢嗬，伊 investment 就多起啊咯，多起了，是講伊 at least 伊有出來交代啦，伊無像甲佢哋，我掉嘅佢哋是 suddenly 走去啊，冇去嘅嚇，แล้ว伊是有出來交代，是講伊有學幾哪嚟成個 solution 咯。ไอ้นี่จะสิลุยนี่สิไปป่วยตัวนี้ได้ละแล้วอูนี่จะสิ講但之後你一定要幫บ่อี轉咗 point 去轉咗 point 咧就係嘢咧 point 去食物件咩嚟講特別就賣啊伊餐廳咪個啦嘛是多個了哈誒咱咪講但係間啊特別我再講就一間食娘娘食啊丟個隻界是唔是係一間用嘢知啊！你講不是開到係你鋪地嘛？呢度啲咧我哋麥當勞邊名one do 唔是 time do 是出名咧，你個刺山個做刺山隻搞，都係買得炒一啲哦。你知哦，你講是咁樣說啦，用幫佢食嗬，讓你 owner of this。outlet 嗬，因為嗰時又幫佢到對佢哋 company 去對換路嘅，等陣，然後一拖路咯，一先是學路，但 after that 一拖路，然後 after that 咪冇。你幫佢嗰啲冇搭路嘅嘛？嚇，會話講。係你嗬，係你 JJ 呢是 JJ 咯嗬，แล้ว係你นี่同佢都講嘅，係你นี่係咪用嚟接阿你幫嘅啊？伊 actually 伊quite按照講下，伊個規模是真快大嘅，แล้ว伊頭呢是你是算咗是真係穩嘅，แล้ว伊人嗬是伊人 invest 呢嗬加 JJ 是無相嘅 ，JJ 呢嗬伊是你接幾類呢？伊嘛嗬你幾 percent 嘅係你費用啦，你看呐 ，OK， แล้ว特別呢係你呢是伊人成日是有。賣 share 你就你到嚟邊啦嗬，你賣幾粒 share 啦，你愛賣幾粒 share 啦，你會賺幾類安尼款嘅，係你頭先你講用 point 啊，俾接係你娘娘喎嗬，係你是另外一個 system 咧，依 system 個無相嘅。然後咧，我 friend 哦不有招啊，係哦，แล้ว特別我感覺就想學習啦，所以我冇 join 咯。because 伊個講啊，你就俾賣 share 啦，你 share 夠㗎，係咪你愛賣幾粒啦，係咪啦？人買嗱時你就賺類咯，係咪啊？你講話麻煩死啊你，但係我未曉，我冇接咯你。因為即人就是講，本愛為咗賺類，啊咪唔是講賺類是無好嘅物件，特別即人伊會想到那款嘅空頭㗎了嗬，แล้ว為即人為咗賺食嘛，แล้ว咪是去做那啲物件咯。แล้ว佢จะทันเดียวสิตัวเท้าทันเดียวเจ้า係你ตัวเท้า就叻啦嘛係咪你講就講ก็เลยกินไหมนี่ก็จะเลยกินไม่ใช่จะไม่ใช่ในคอนสกีมาไม่ใช่นี่ว่าถัดที่ผมช่วย go by ฮะกินเดียวกินเดียวจีเนตุ係咪咩嘢？我哋講下依個事情啫，按照老咯。依個你講都是 invest go by，特別咧。你不是看到 go by， 係你 go by， 伊是學你看到轉呢？學你一個 certificate 嚟，伊是 commodities trading 就係 A B 咁。
意思講個伊提路用你名來買一個金條，特別伊是無教會，你都接出嘅數。因為搞到少嘅，都要學到一個 certificate 嚟。哦。然後有時候就 investigate 嘛，佢哋乜打就是 bank 就搞到直頭掃㗎了嘛。哦。有時時間我買金嘅無多好甲 bank 買。對咯，就一人就燒咯，之類本事。แล้วก็จะเบติงเนาะเบติงก็โอเคล่ะบรรลุก็สิละเบติงเบติงสิฮะมีแลมเบอร์ตุล่ะอ๋อ佢哋是算佢哋講古啊，佢哋係咪伊未開啊？未開啊？算做 scam 咩？我未使講伊是 scam 啦，你我就講，特別伊是講你愛一個定你愛買幾十千咯，20幾千。係咪定嚟？伊定是係咪落定啊？伊是 burner 嚟一個咧，燒係胖嘅。aromatherapy is aromatherapy OK 你係咪跟日本買掉嘅嘛？把伊特別貴嘅。特別即係呢嗬，人咪講伊係咪啦嚇？總之呢有一個票就對了啦。有一個票，特別馬路上有行嘅，是講伊無可能伊無行 pyramid 了啦，因為可能是 MLN 個是 pyramid 是 MLN 無是啦 pyramid system 啦。Let's say EO 嚟嚇 ，essential oil 嚟嚇。essential oil 嘅，你有人見念票過咗真係。丟，我身邊有兩個人掉。你講話安怎？伊本是安怎未去？安怎講話安怎先？嗱，伊頭即係呢學伊是 active 咗抗幾年啊？你可能是啦，一直做個真正大嗰種，所以伊是成個係你 pyramid 嘅 system 啊，你看咯，就是朋友拖朋友嘅咯。แล้ว你有一項物件無好嘅，就是講你是接一個 member 嗬，你是愛嘅。差唔多是10幾千啊！你可能你就倒接啦，然後呢，伊就學到只謝會 ，OK，伊就學到只謝會咯，只歸粒係你定咯，然後個係你油咯，然後個伊嘅 cosmetic 嘅 products 咯，然後伊嘅 skin care product 咯 ，OK，然後係你會啊，你咪買啦，你咪甲啦燉到厝咯，就。毛毛菇講咩啊？毛毛菇講咩？sabun OK 嚇sabun係咪？แล้วอีเบ物件是特別貴嘅，就一粒釘啦，嗬，成日講一粒普通嘅玻璃釘啦，就係200幾塊就，所以有兩個辦法咯。頭一項呢，愛呢，你就是去介紹你朋友，你咪拖朋友接咯。嘛行迄個 pyramid 嘅 scheme 了咯，就啊無呢，你嘛慢慢去買你會咯，嘛 from 迄邊賺到對咯。若是講你真正欠用着類嘅啦，你是毋是無理由去買迄個釘安尼小嘅嘛？你實際是去拖朋友接嘅嘛？就所以嘛一個拖一個了，結果我係家己人攞咧，就是去接咯，接了我就要去。伊 training 啦，係咪啦？你就要出類嘅喎，伊 training。成日講你去伊 training 啊，你就要學幾百塊，你看去แล้ว去 join 伊 dinner 啦，伊係咪 seminar 啦，個了啊，你看，แล้ว伊就是啊，你看寫你腦咯，啊你看咯，แล้ว特別呢，到尾來嗬，就是賣咯，賣做咯，賣做咧，賣出咯，แล้ว係你會啦，個蹲你位厝個啊。哦。甲你講，伊會啊，個蹲你位厝 ，because 有一幫啊時，我家己人搬來甲我大嘛，咧伊會個了吼，伊搬咧吼，個咧下到我厝嘅位咯。哦。你睇有一定無片嘅，你就像個 ceramic 嘅釘啦，吼，伊賣甲啊幾若千塊嘅咧。那。像有個人丟個按丟 survey 去隨一個 location 啊，下條安尼去買哦，去買哦，辦機買啦是。喂，話伊定是蝦米特別，安怎伊買安尼貴？伊特別。你睇伊定是你 diffuser。伊 diffuser 嚇，所以是一啲點開一定面係油嘅，是唔是？無，一啲係油咧定面點開，成個人係油定啊！你看，所以成個係你個渣不離渣咧。特別伊唔是點開啦，伊唔是綁電嘅咩？無，伊唔是綁電嘅，伊定面喎，嗬，是一粒成個 carbon 啊！你看啲物件，所以啊，變
哈，伊卡本吼，伊会缩，伊游起去的，所以伊会湿若是有吼，特别伊卡本烧嘛，烧了有吼咧，伊就拖游起去哈，拖伊游起去咧，伊嘛有香味哦，安尼款咯。特别讲湿的啦，是讲伊的香味咧，就讲你有湿面啦，吼，安尼款的咧，你味伊lavender面，你硬是有。特别迄个加了 essential oil 本会啊，是不是？哈对，特别伊是卖个特别贵啦，哦，所以伊成个贵，伊成个叫做害伊嘅價錢上濟，所以但係這個錢啊，估了，我少。I think 19 something 啊，未夠year 2000就有了嘅咧。有了嘅就有了嘅，了交辦，了特別。特別未做咯，你知哦。學我人一人一粒就殺，學一人一粒都冇用，綁起來唔知為走幾多路位。哦，伊冇俾我人啦，伊買只隻啦，唔知是做下面嘅，伊學一人一粒，一人一粒。冇辦法啦，伊特別燉嘢會。伊會呢濟，所以就俾佢殺出去。伊會安尼濟下，伊就俾咪送出去咯。伊根本伊就唔是講愛賣迄個定嘛，伊是愛介紹 member 入來了，伊人嘛有想啊，你會使賺，你會 downline 咯。哦，嚇！哇，呢濟做啲打都唔知啊。product 會只看開嘅啦 ，product 你賣一個 product，你 budget 你個買，你個就個賣一個 product 賣個幾時？有一個啊，有一個是 online 放累入去嘅，一刀放600啦，有聽過哦？冇啊！伊迄個是快股份了，收累嘅，成個 saving 真係啊！伊成 saving 啊，哈呢，伊講吼，你放600先開一個 account，แล้ว你個隨朋友，伊本一600，แล้ว是伊有賺，你本賺安尼款呢？伊本是 pyramid system 嘅，本只好久誒，早半年前，真正興本嘅10年前，17、8年前本就係。嚇，你放伊講你放600先，แล้ว上尾你個來家己來嘅放本下安尼款，你叫朋友放咯，個了白入安尼款咯，特別這種唔是講袂趁累。成個 Lambert 嘟啦，迄個 Gene 嘟啦，咁了袂趁 ，unless 你是 pioneer， 你是頭一站啦。阿妹慢慢起，阿妹個起來嘅吼，你就無人頭整就一安啊，你講騰價爸了啊。Usually 吼，伊安尼可能件是those 對面嘅啥啊，唔使講安尼 first 啊，特別 first 就 never 是輪 until 人安尼人嘅。By the time 人安尼人聽到啊，是 already 人聽到嘛。對啊，我甲你講一個新嘅物件嚇，新嘅啦，แล้ว伊是 aim 人一個content creator 嘅。哦呀，即係是 internet 嘅嚇。誒，啷個啲啦好，成日嘅，account 問台起來啊。係咯，問台嘅。出去。我 clubhouse 入邊 clubhouse，畢竟都唔是 mod 畢竟。OK，我甲你講嗬，伊我 friend 呢就是掉咯，我一個 friend 伊是做 YouTube 嘅啦，แล้ว本地呢伊是。安怎會 echo 啊？Hello，安怎會 echo 啊？講啊 ，Hello， 有聽？有啊。微娃娃而已。嚇，我用 iPhone 喎，安尼款咩？嚇，畢竟講。OK，แล้ว伊很難做 echo 嘅。你電話真係？冇啊，我開掉，我開。你開 speaker 係你冇淨係 phone 先。我 speaker 啊，我冇。哦。That's why 啦。伊 echo 就 maybe 你係我一個播面頂，你電話係個播面頂。是唔是我？你係到啲定嘅 surface 會下，你電話係到啲 talk 係手劍掉。係到頂嘅。我啊，我手劍掉啊。哦。你新嘢因為數啦，整到骨頭拍出嚟嘅 echo。你頭 ，OK， 咱講到對，我 friend 呢，伊是做 YouTube 嘅 ，OK， 咧伊做咧係你 YouTube 咧，嗬，咧 suddenly 有一日係時哦，伊無端端借，成日講借 subscribers 喎。哦。suddenly 真正借 subscribers 咗，咧伊就成日講伊家己硬起來啊，你知冇？咧伊嘅 video 嗬 ，suddenly 伊嘅係你 viewers 啊嗬，起價變10,000安尼款嘅咗，10,000、20,000安尼款嘅咗，咧
แล้ว唔就係咪數咯？แล้ว伊就 continue 啊個一季節安尼款啦，嗬，伊個 view 嘅了啊，嗬，真正濟咯，真正濟。แล้ว伊就想講是 genuine 嘅咯，佢哋 views 嘅了嗬。結果有一日那時啦 ，suddenly 伊會啲 comment 嘅了啊，嗬，嘅了咩伊是撈錢，你知道咩？我 friend， 伊講。咪講撈錢，你叫我人啊，嗬，去訂你嘅廣告了，結果當今啊，嗬，無互我鐳啊，面你看喎，แล้ว唔是一間，就是真正自己 attack 我 friend 你知哦。แล้ว我 friend 不如，แล้ว我 friend 就慢慢吹咧，嗬，แล้ว有嘅人較好心嘅呢，就甲伊講 ，because 伊冇寫啦，伊講我無明白你人哋講係咩你看，แล้ว有好心嘅人呢，就甲伊講 ，actually 呢，即個伊人呢，可是 through 一個 website， แล้ว佢個 website 呢，可伊是可伊人一個啥個 task 安尼款啊，可伊人一個 task 就是講，你去 view 一個人嘅 video， 去 view 一個人嘅 YouTube， แล้ว你就會賺到鐳了嘅。OK， แล้วมาตารางมาอันนี้คนที่โจ咯แล้ว so อี喺 website 咧อี free ลูกก่อเต้าไอ้ task ละก่อเลย task ละ so ลูกที่ complete ให้ก่อเลย task 咧หอลูกจะใส่เกียร์เดียวกี่ปัจจัยสิกี่ปัจจัยในความเนาะ so จะ好ทันมาว่าสิคิดขวาอี video แล้วหออีกองกู run ในความจะใส่แล้วมาหอ so tapi ni lu nak si kong ni lu ai cut เจเลย task maybe lu ai จับเลยai จับเลยนี่อันนี้ความluจะเบอี credit so 伊就是 from 迄邊我只濟人談心嘛，咧嘛感覺就講我今日看 YouTube 啦嘛，嘛可以家己 auto run 安尼款咯吼 ，so 嘛買咯成100塊啊，200塊買伊 credit 咯 ，so 你有伊 credit 啦，吼你就會使做更加濟咧task就，咯 so from there 吼你嘛個在嘛會使賺鐳咯，安尼款咯，แล้ว有個人哦，伊人 already 成日講伊 system 內面啦，伊 already collect 到幾百塊安尼款啦吼，แล้ว佢哋公司有吼無互伊鐳你就，但係講你 already view 嘅了，你 task 嘅了去做嘅了，特別呢佢哋公司無接鐳互伊。無接鐳了，人嘛起哄了咯，所以呢人嘅了嗬就 misunderstood 講是我 friend 去叫伊人做安尼款嘅 task， แล้ว就去 comment 喺邊嗬就 attack 我 friend 咯。就是講啊，你叫我人 click 入去你嘅 video แล้ว當叫我人complete 我人嘅 task แล้ว我人ก็無ทัน鐳，แล้ว我人ก็俾鐳 credit 啊係咪安尼款咯，แล้ว我 friend บ่รู้ก็ find out 嗬有安尼款嘅 website รู้จักแล้ว我 friend 是變做是人家伊嘅即個 video 名聲嗬去用安尼款。แล้วอีอย่าง website 有時跟你朋友嘅名呢，還是有別哩無相嘅 creator。有真濟 YouTuber 掉。แล้ว這個 YouTuber 我較濟是無咪出名嘅。我較濟無掉啊。我較濟無掉啊。你想出名免？你想出名未？你未掉，你掉上灣啊，差唔多啦。你啊，差唔多呀。是啦，咪即係咪是有 sudden view 啊？你這 sudden view 嗰就係冇。可能哦。就是伊 view 嗬 sudden 無去咯，無去啦，嘛極閃了咯，極閃了冇辦法咯。喂，先諗下知你嗬，伊是我哋頭一名就諗咗3,000幾人5,000人啊，แล้ว國家後尾是 before 我對馬來西亞時啊，點會甚至13,000嘅我看到，แล้ว我就對嚟馬來西亞係好像蹦就頭冇到對去，特別one thing奇怪就是伊 at one point 時候，伊嘅 like 跟伊 comment 啊。伊 like 較濟過伊 viewer 誒，我是講，呢奇怪伊嘅 viewership， 成個一人 view 啊，較少過人去訂 like 誒。bot 啊 bot。maybe bot。對啊，來看啊嘛，都會訂啊。
แล้วก็จะมีการสิ講，我 friend 呢本地是上下講是 YouTube 啊 ，suddenly push 伊 channel 嚟嘛，伊 channel 嘛，那其實唔是咯，是人利用伊嘅 channel。哎呦，這上哦，這裡好像做 content creator 就上咯，感覺成個，哎呦，我成功啊，我成功啊，哎呦，死嘛，臭人佬！伊 suddenly 啊，學伊真正歡喜就係講，誒我。應該是 YouTube 啊，有 push 伊嘅物件，結果唔是啦，係人嘢嘅。冇啊 YouTube I push 本好一本，你冇得係 YouTube 類啊。你冇得係 YouTube 類。呀，冇覺得做 free 啦。你就講你特別俾你 push， 你成日講你你 channel 出得到，你成日拍廣告你自己 channel 嗱。呀，對。但係嘛，如果話你講係你 EO 嘅啊 ，essential 嘅嚇，同嚟個按照可能啊，嚟個。depending 啦嚇，我見開隻隻鏡嘛，massage 巴拉沙，就是講伊是都 in one 嘅，伊本是有 massage 了那邊個有點買一個油啦，即是講是 member 來開，所以特人個啦愛 member 那是愛 join 呢，但係5,000嚇，แล้วอีดูสิทำมาซาจอ่ะทำทำมาซาจอีโอที่เราบินกันแล้วเนาะหาไปคุยในแพ็กเกจกันแล้วเบลแล้วจะสิอุ่นยังไงอ่ะสิบ่ยังไงso far 應該有人去 check 過伊樣是未曉去 run 這 business 嘅，以前係嚟 Vietnamese 嚟個路訂，咁了是冇 certify 過，做款嘅嚇，แล้วก็แล้ว講有陣這 KOL involved 啦 actually，KOL 什麼啊？伊裡面 opinion 嘅 ，key opinion leaders，對，我是 LOL 對。直接啦講我是 LOL， 我唔是 KOL。原來我見係 LOL 呢是。嗰一個號碼，稱號碼咯，係叫。嚇？較古勁啊！嚇，號碼，係咪 number？嗱，你係 base number。嚇 ，we number。嚇。伊講咯，我有買過啊，我有買過。你買過啊？嗰類啊，你買？伊有唔使幾錢嘅嘛？冇夠清啦，百幾塊呢啦。百幾塊是係咪 number？伊個有算嘅，對，伊係算你生命數啊，咪貴。啷看冇？啷看阿龍邊出去？我嘅9號。點會講龍邊出去？哎，我未記係先嘅，我未記係先嘅 channel 真嘅。我到時點樣看伊韓國？伊唔知我而家講。打翻我 YouTube 啊，冇看。我佢 YouTube 嗱，即係1,000抗熱嘅9,000撈抗熱，嗱就佢講，哇，你講我差唔多上喎咯，我冇成日可能我邊出去啊，我坐到啲 sofa 度啲聽啊，然後呢，呢個係你當個人把邊當亂嘅邊咩？啊，嗰陣時呢，嗱點頭佢講，冇人個人成個邊出去看未到配嘅。嚇撳掉嘅，你配嘅啦，配出嚟啊！OK，sorry，講到對後面，號頭後面，號頭伊是3號、4號，嗰時幾號伊看攞愛下面攞愛9號，伊講我欠9號，所以愛請9號。伊嘛是無去，伊嘛是有開家己嘅店喺咪本有嘛，可以 member 嘅嘛，邊個禮拜嘅嘛。開號頭是開 base number，談下咪物件，我冇明白。伊出一個鏈，伊出一種鏈都欠9號，啥比如話欠9號，base 9號清掉，伊是一個係咪來清嘅物件來清嘅事。伊是成個是，所以講伊是看你成個看名，你講你人咧，你寫名咧，你是欠10號啊，欠5號，所以你特別買一個擺啦，每一個 number 5咧，佢都清掉啦，你計成個接較一個，很 balance。OK，明白啊。哇，即係你看好像係想會出嗬。把刀咱買一罐嘅配嘅，你講我這是阿咪咕棒嘅配，一罐買。無止啊！我甲你講下，嗰一行啊，嗬，嗰一行啦，伊是招咧，係咪 aura 對，然後係然後水晶是水晶嘛，即個是嗬，伊成個一個罐啦，一罐內邊哦，是係
油啦，無相食嘅油啫。แล้ว嗱是講咧，你成日講你無 balance 嘛，嗬？你 maybe 一做出來，哦，你上濟紅啊，還是上濟藍啊？你 balance 是 alright 食。嚇，對，แล้ว伊就係迄個有色嘅油啦，嗬，係啲嘅 bottle。哦。แล้ว你夾掉迄個，你就係迄個 bottle 到你嘅 bedroom 嘛，อันนี้款嘅喎，อันนี้款本會，อันนี้款本有嘅。唔使貴哦，唔使貴哦，嗬。我 friend 有做啦，但係我冇去買啦。because 我冇。特別有人相信呢，唔知有人相信呢。即係個兩物件是 when 你自己冇 confidence in yourself， 你巴如個會 fall into 安尼 trap 嘛。你若是講自己 confidence 你問啊，你相信這個好，你幾好。誒，特別因為老人就是 desperate 人啊，才有。樣就是。但係你自己想看，大日 is a good day 嘛 ，every day also 有人死，大日冇人活，大日冇人交錢，唔是啊 ？Desperado 嘛，因為使唔出了，但人講，誒，但係我就人起手啊，未使講，你咪講，咪講，我使唔出。講一項嘢，有一個你冇聽過哦。我數到對。seminar 嗬 ，basically 假如講嗬，你念一個念經，你少婦就念經嗬，誒，當然掉你誒破病厝人啊，成個愛 terminal ill 啊，好去啊，你叫你是 sign up 去 seminar 啊，seminar 啊 ringgit Malaysia 8,000幾塊啊，好你做好你投機你嚇，一攤你出來啦，破病啊，嗰是 disable 啊，你講。because disabled 嘛，所以你 feel 到講未救啊，所以你除咗這 desperate 咯，就是講人 desperate measure 是，唔是 confidence desperate， so because 你出來啦，成日咩？而家如果驚啊，是就 disabled 嘅啊 cerebral palsy 啊，我是你 try 隻這物件，你實在無法了，按怎麼就去做呢款呢？所以人講。伊講我這裡有一個師傅來教你念經，要開個 seminar 到 PWTC， 你去 attend 個 seminar。你未在條行李條件，我學你 installment 平你去聽下聲。即係攞你即係我啦，啥？即係你。這個冇只阿個啊，係咪數？即有捌聽過講偏西人類。你聽到了？你 vitamin 咋？vitamin 個了是 liquid 嘅啦，特別正貴嘅，你3,000幾塊，3,000幾塊，你買啊一個月。minimum 是3,000幾5,000嘅啦，我聽到嘅是一瓶啦。แล้ว你都 ICL 啊，你就冇要求แล้ว right？ so 因為哈哈哈哈。你拍接起來成故事係咪嚟冇人知啊？嚇喲！แล้วอีกับลูก講咯，like 像有真濟人一開呢濟類了 ，right？ 伊心理作用嘛，所以伊感覺嚇，哦有用嚇，成個較好現啊款。較好去，所以伊就叫你去甲別人講咯，較好去，แล้ว你去 clinic 是講阿什麼啦？你頂個節頂禮拜拍了是唔是較好？你嘛是講好咯。嚇！แล้ว你別人聽到較好，嘛照拍咯。講你團一嚟。人是愛死了呀，存你幾個月爾呀，所以伊老咗濟，伊就老咗濟。喲，但無良心啊！我哋人講。係啦。我哋聽濟。阿偉姐，咪小蛋啦，偉仔咪出了，就準備講。話你是你再講你 job website 㗎了啊？隨間嘅。隨間嘅咯，你意思係個 business operations that time 我是I接做即係 management 嘅講啊，即係我 San Francisco 度啫，所以我去到個 downtown San Francisco 啊，去 interview，OK， 特別都在伊朗是做咩哦？我問一隻 question， 一集哦 ，basically 講，你去賣人即係 makeup 嘅 set， 安尼哦 ，like makeup set 講，即係 makeup set actually 是70塊，特別你計人講有 sale 係咩都賣。40塊什麼 whatever， 真伊是個 MLM 啊呢，一款講嚟講去啦，伊是 MLM 咪，梗搞老人嘅人，了係點先呢？哦，所以你就結果是知道避掉伊個炒股錯啦。係啊，特別你在一大一個 building 為 interview 人啊，伊就我們請個只 professional， 特別講嚟講。Is basically is a sales job 都多嘅，呢 sell 嘅，減計。
OK，我講嘅可能評價會使不出來啊，當今แล้ว感謝各位嘅嚟講第二出嘅老千抗疫，即係episode講了嗬，嗱是講落把你我哋是那個老千抗治是或者那個度嚟講嘅，我咧頭先叫咱講3點鐘啊，你全部上冇成款嘅老千嘅故事，講嘅這邊先啊，感謝大家參加，禮拜再見，拜拜，拜拜。